明仔载就要大选，这几天预计是有20万的台商回来要投票。金门小三通的载客率有70%以上。也门半滚清零运动一直伫咧红海起事，即阵美国甲英国联手对清零运动的据点发动海空攻击。墨西哥城2022年底下令禁止斗牛，不过去年底最高法院推翻禁令，讲影响到相关产业读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明仔载就要投票啊！中选会今年是增加146个投票所，选务人员计共是有24万人。中选会是搁再提醒大家，这饭点过后，民众就千万唔通搁缴票。伫咧网络上也是用赖团拢总袂使，千万唔通违法，因为这相当会去罚款100万。拜六就是投票日，今仔是竞选活动最后一天。中选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提出大家爱注意的代志，严格要求各候选人造势活动爱伫咧暗时10点进前结束。中选会嘛提醒民众，投票的时就爱载3项物件，也就是身份证、印仔，也佮有投票通知书。另外，永安饭店过，也就是1月13投票即天是袂使有任何邮票行为，像讲伫咧网络的通讯媒体嘛袂使哩。1月13日凌晨0时起，不可以在通讯软体 LINE、脸书等社群媒体或其他媒体为任何候选人助选，违反的话将处以新台币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经制止不听者，得按次连续处罚。另外，民众在投票的时，除了禁止站嘛禁止穿有候选人标记也是号码的选举物啊，也佮有衫裤。就算讲发挥创意，伫咧身躯顶动骹手嘛是袂使的。有在头发上面这个显现出这个候选人的图样等等，这个一般客观会认定是一种助选的行为。这个全国的投开票数计共有17795个，投票的时间对早起8点到下晡4点。为着要防止媒体伫咧报道开票的节目过程中间出现错误的数据 ，NCC 这个大选无和中选会合作，会密切观察每一间电视台的开票作业，一定爱符合真实、有所本、通查证的3大原则。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因若转来台湾投票的台商，这几天入境的人数是愈来愈多，如果是计共会有20万人转来。金门小三通迄边人嘛载客率有70%以上。选举前最后一天，厦门、上海、北京、飞通机场的班机客满，为咗大商拼大选最后一天转来台湾，国家最近1礼拜，中国转来台湾的人阵，一共有20万大商回乡投票，真侪人是投完票过完就完，随飞转去中国工作。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统计资料，加拿大机场初5至11，国人为中国转来台湾的人数48974人，比前1礼拜的40180人加8794人。为趋势嘛，当看出愈挖近。大选等来台湾的人数愈多，基本上能回来都回来，没有会事先把所有工作先排开。其实今天比较人是真的比较多，几乎全满。周遭是不是回来投票意愿蛮高的？是啊，大概有80%。大商表示，比起前2届大选，这届回乡人阵较是踊跃，航班、船班拢真热门，不管是坐直航班机、为港澳转机，还是小三通人拢真多。旅客赶大包小包行李排队落船，金门小三通航班12出现回乡的人阵，入境大厅比平常时更加侪人，大部分是大商，有民众真欢喜讲，转来就是要来投票。真的是特别回来，真的，因为这票很重要啊。没错，很重要，非常重要，加油！第一班的载客率有到93%，那第二班的载客率有到80%，那平均起来前天应该会到70%左右。小三通的载客率真悬，载客的船班差不多客满。金门县港务处是讲，预定规港的航班载客率会达到70%，也因应回乡的人阵使用较大的船型，增加载客量。记者综合报道。也门半滚清零运动一直伫咧红海起事，攻击过路的船。即阵美国甲英国联手对海空攻击清零运动的据点。这清零运动伫咧红海亚代志，毋但是影响到区域的局势，这全球的海运嘛拢会对咧受影响。根据航运公司 Vision Nautical 的资料，过去欧洲的货轮若是软过红海送物件来咱东亚，大概是要25天左右。
不过因为这阵红海真危险，所以讲因就爱设好望甲考试大令，就爱34天以上才会到，这时间是增加超过1礼拜。英国战机11案自塞浦路斯空军基地起飞，加入美军船头的列明，针对也门民兵清零运动，伫首都沙那的几多座机场加附近军营发动空袭。美国总统拜登讲，这边行动是对清零运动继续攻击红海商船汇船的直接回应。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叫清零运动停止攻击，不过伫咧英美联军发动攻击进前。清零运动的领袖已经讲，将会对任何美国的侵略做出回应。ونحن بذلك أكثر عزما على مواصلة المشوار و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مرتبطة بإسرائيل ولن نتراجع عن ذلك وموقفنا إيماني وعلى الأمريكي أن يعرف ماذا يعني هذا。有伊朗伫咧支持的清零运动，自2014年以来，一直甲政府军进行内战。伊讲会攻击红海的船，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伫咧加沙的毁灭性陆空攻势。美国五角大楼证实，英美联军进行伫咧红海的联合军事行动，拢有甲清零运动的攻击动来。U.S. and UK forces were able to down 18 one-way attack UAVs, 2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and 1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when these weapons were launched toward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where dozens of merchant vessels were operating. 联合国安理会吹集以11-0的票数，也有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加莫桑比克4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清零运动虽停止攻击经过红海商船，也略略谴责伊朗供应武器予清零运动。And adopt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will reaffirm that all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Iran, must adhere to their obligations. Хотели бы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нн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не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легитимизиру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в Красном мор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коалиции, состоящей из США и их сателлитов. 另外，伊朗的海军昨夜伫咧阿曼湾水域，甲一台希腊级的油轮靠来，但是伊朗官方讲，这是一台美国级的油轮。伊朗的武装分子去伫油轮顶，强迫这只船改变航向，驶到伊朗。北京谴责这件代志，并且呼吁随家船甲船员放出。这件事件也互中东的局势愈来愈紧张。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辑。中东欧的斯洛伐克去年才就任的总理费科提出刑事改革，讲因无要搁保护警方的线人，经济犯罪要罚较轻，而且搁要废除调查高官贪腐的特别检察官。这款政策就引发2万人伫咧首都抗议。抗议者一直嘘声，搁发口号，对政府暗算解散反弹特征组表达不满。欧洲内陆国家斯洛伐克的总理费科提出刑事改革计划，想要废除负责处理欧西组织犯罪甲极端主义在重大犯罪 USP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这个决定引起民众生气，在国内将近21声顶团联示威，今天有差不多2万人组织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华市中心的广场举国旗抗议。Veľmi nespokojná, ako sa vyvíja situácia po septembrových voľbách a Fico a jeho svorka nám chce uniesť štát a všetky inštitúcie demokratické ovládli nekorektnými, neodbornými ľuďmi. 另外，改革的内容嘛减轻对欧西经济犯罪的处罚，嘛未搁保护警方的线民。所以在野党进步斯洛伐克党领导人西梅茨卡认为，这等于是特赦欧西的人贼仔甲变成仔，会互民众的生活变加真悲惨。Ale prerátali ste sa. Urobíte tú istú chybu ako všetci neúspešní diktátori. Podceňujete túžbu ľudí po slobode a po spravodlivosti. 这项改革嘛引发总统卡普托瓦甲反对派议员的批评，当然欧盟官员嘛谴责这项改革计划。暂时斯洛伐克已经有3万5千人用网络签署一份线上请愿书，要求停止提案。虽然这个法案的提议要经过国会甲总统的批准才会立法，不过费科领导的3党联合政府，如果会伫国会用施出较侪优势，推翻总统的护国权，所以这个改革法案过关的几率是真悬。公视新闻台是董炳耀。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产经新闻。
AI 产业中兴，组成微软公司的美国股价1月11日一度超过彭德公司，重新坐到领头大位。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国防部顾问表示，北韩快速发展核武器，至少是有300粒的核弹头，战力甲英国、法国差无介济。英国《Times》报道，法国内阁改组新外交部长塞茹是无政府部门的经验，而且是新总理埃尔塔的情伴侣，这就引起大众讨论。稍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前总统 Trump 旗下公司涉嫌民事诈欺，上尾讲的审理 ，Trump 是亲身强调家己受迫害，佮甲法官冤家。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科技业又佮大裁员，Google 裁600多人 ，Twitch 裁500人。美国前总统 Trump 的民事诈欺案最后一天审判 ，Trump 竟然是被法官有精神病，批评这审判拢是选举操作。有即寡行为伤过超过，法官直接要求 Trump 的律师都要甲管好好势。纽约州控诉川普的民事诈欺案11最后庭审，让人禁止参与激辩申论的川普，无顾法官恩格隆要求袂使偏离主题，家己论战6分钟，批评恩格隆有其他的目的，讲伊家己真无辜，受到选举政治的迫害。法官要求川普的律师爱管好家己的客户，甲要拍断伊讲话的hiệu道。川普事后搁再大声讲，纽约州检察长江洛下甲拜登总统讲家己才是互人诈欺的受害者，应该得到赔偿。She's got serious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Letitia James, the corrupt 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Oh, I want to go to all of my trials. These are all set up by Biden and the Democrats. This is their new form of cheating. 川普因为家暴帮第三价值误导银行甲保险公司，予伊真好的贷款条件。2022年，予纽约州检察长江洛下起诉，检方指控川普集团活动运作的重点就是诈欺，向法官求处3亿7千万美金的罚款，佮禁止川普继续伫纽约经营房地产事业。审判结果可能会对川普的商业帝国有影响。审判中，川普嘛坦白承认，某一寡资产灌水是属有老实的白贼话。检方讲这是故意诈欺，目前法官正在考虑伊的刑责。目前川普有4个刑事诉讼提审，包括2件想要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不过伊拢讲家己无罪。4个案件拢有可能伫今年大选前审理。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也那 Trump 的对手拜登最近是因为因后生真济官司咧读甲听。拜登的后生 Hunter 是起互指控偷走税、买毒等9项罪名。昨伊是头一届出席法院的听证会，针对所有的罪名拢拒绝承认。美国总统拜登的后生亨特涉嫌盗税等真侪项罪名的指控，11第一摆参加加州洛杉矶联邦法院的听证会，面对检察官指控伊盗税等9项的罪名，亨特伫法庭是拒绝认罪。检察官伫50几张的起诉书内面指控亨特涉嫌2016年到2019年，故意盗税140万美金，上时佫开几百万的美金伫毒品盘游，交查某朋友含买贵松松的物件。那9项指控成立，亨特有可能爱面对上悬17年的徒刑。不过，亨特伫法庭顶悬对每一项的罪名拢做无罪的抗辩。53岁亨特官司一堆，除了加州，嘛伫德拉瓦州因为非法买枪等3项的罪名互起诉。伊去年本来是达成认罪的协议，但是法官审查了后是无通过。总统因囝涉嫌不法，共和党当然嘛袂放过这个机会。去年就一直甲亨特的买台，即讲亨特是靠说拜登因囝这个身份不当得利，对拜登是进行弹劾调查，而且要求亨特车集来参加听证会。亨特本地是拒绝出席，但伫迄天伊个忽然间出现啊。They issued a subpoena for a behind-closed-doors deposition, a tactic that the Republicans have repeatedly misused in their political crusade to selectively leak and mischaracterize what witnesses have said. 共和党同款批评亨特无得尊重国会，虽然甲打共和党是无提出拜登涉嫌不法任何明确的证据，但亨特派真侪案件伫身躯顶，已经严重影响到拜登的形象。即摆案件开始审理，恐该互拜登今日要连任总统的选战拍甲是更较艰苦。公司新闻7万200亿。德语是西班牙、墨西哥等国家真出名的传统活动，有约500年的历史。不过，当年是有18万只牛伫咧这德语活动当中去互杀死，煞嘛带来100万的工作机会，甲4亿美金的收入，这就造成两派立场的对立。
墨西哥城2022年因为动保意识是下令禁止杀牛，不过最高法院是搁推翻这项禁令，主要的原因就是这去影响到这寡人来探食。德牛师手提红布，声工具愈来愈活，紧张的德牛表演，互场边的观众看甲是一直秀出来。墨西哥有要500年德牛的历史，嘛是世界德牛文化的重镇之一。不过，伫动保人士的呼吁之下，墨西哥法院伫2022年的6月禁止德牛的活动，互叫做世界3大德牛场之一的墨西哥广场竞技场，即嘛是有够冷清。Desde los 7 años venía a esta plaza y el hecho de que te quitaran o te prohibieran el venir a esta plaza。但是最近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规个变盘，因为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牛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而且禁止德牛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就业的权益，决议要推翻德牛的禁令。根据墨西哥国家德牛饲养协会统计，德牛替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作机会，包括8万多个直接的工课和14多万的间接的工课。德牛业当年还有要4亿美金的产值。Soñamos con torear, con entrenar, con triunfar en esta plaza, escuchar el ole tan significativo que tiene México, la afición tan bonita, o sea, es un sueño que todos los días trabajamos y soñamos con eso。当初是提案禁止德牛的人士讲袂放弃，因认为讲德牛是残忍虐杀动物的行为，会有暴力影响。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úsica, 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ucha gente aplaudiendo. Eso no es una muerte digna, esa es una muerte de un espectáculo, es un sufrimiento innecesario que se le implica al animal。动保团体讲，全世界当年差不多有18万只公牛伫比赛时阵死亡，因联合倒牌政党议员，讲是会拼命抗争，互德牛的禁令搁一摆实施。公司新闻讲文编译。南美洲阿根廷通货膨胀是已经超过200%，这食食、交通、厝税、生活用品无一项无起。人客伫单位头前看真久，一直考虑计下无法度决定买物件进前算盘爱小得者，这已经是阿根廷生活史上的代志。Lo que pasa es que no hay nada barato. Antes, por ejemplo, vos podías consumir verduras, por ejemplo, y ahora tenés que estar mirando cuánto. Lo que comprabas 1 kilo, ahora compras 3 papas para que no se te echen a perder 4 papas, sí。买菜1块2块拢爱算甲够，因为物价真正起伤济。阿根廷政府11公布数据，当地2023年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起到211.4%，起上济是食品加非酒精饮料，年增加计数超过251%。物价拼命起，薪资无成长，百姓只好欠长内度过生活，唔敢有其他的开销。较早阿根廷人介意招朋友来厝内烘肉的这种社交活动，即马拢唔敢办。Alegría que me daba invitar a mis amigos, porque tengo la posibilidad de hacer un asado que es típico del argentino. No, imposible. Se ha perdido la noción del precio. Entonces, ¿qué pasa? Vos le decís 1000 y le decís 3000 y es lo mismo。食饭无简单，厝嘛真歹找。住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个民众就讲，即马厝的租金起几多倍。73.000 pesos es lo que me cuesta alquilar este departamento al día de hoy. Y lo que estaba buscando para algo más o menos similar, más o menos por esta zona, que es donde yo siempre viví, entre 350.000 y 400.000 pesos. Estamos hablando de ¿cuánto? Más del 200%, casi 300%。想要找会当负担的厝，都爱去更较远的所在开搁较济时间通勤，啊，毋过佫会产生燃料甲交通费。阿根廷经济变歹已经有一段时间啦。总统米雷伊去年底胜选上台了后，虽推出经济休克疗法，甲阿根廷的批数报50%以上，佫大幅度削减燃料甲交通的补贴，取消商品计销的管制。啊，毋过伫看到政绩有效进前，阿根廷人也是爱继续忍受钱无去的痛苦。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南韩花川一年一届冰钓庆典6月起过，民众是伫咧结冰的湖面挖空钓鱼，甚至有的人是直接落水捕鱼啊。不过因为这几年愈来愈热，有的民众就烦恼讲，这款趣味的活动，未来可能因为湖水结冰结无够高，怎无法度举办。冰钓民众提像好心皮来钓具，伫结冰湖面的空轻轻的摇叮当，就游出一条活跳跳的山鳟鱼。
南韩江原道划船船今年一度并调吸引10万名民众来参加，连细汉囡仔也有模有样的钓甲真欢喜。也毋过冰场季开始进前，当地者落过雨加上暖化冲击，叫冰层愈来愈薄。主办单位透过控制水位，才互今年冰层高度超过20公分的上低标准达到23公分，保护冰场民众失望。 아들이랑 같이 왔는데 이제 아들이 다 컸을 때는 이 축제를 같이 이렇게 즐길 수 있을까 이제 할아버지랑 那冰钓未过现，也阁会当规去落水用手掠鱼。部分掠着鱼的民众飞去就将鱼放伫胸口的沙内，连外国人也算甲真痛乐。 Last time I tried, it was so cold and I was freezing and I cried, but this time I'm happy and I'm smiling, and I'm gonna eat these tonight. On the barbecue. 今年花产冰钓开幕日气温是零下6.9度，比往年均温较悬。相对较温暖的天气，互前来钓鱼掠鱼也是出面坐雪橇的民众特别踊跃。也毋过有民众烦恼气候变迁，互极品充满无确定性，后一代恐惊无法度享受这项活动的趣味。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看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店的特殊产品，有结合机器人甲 ChatGPT 的酒保。 讲是会当侦测人客情绪来调酒，阁有一款广告讲唔免插电的电视，做回来看。这看起来亲像自动化工厂内底机械手骨，啊，毋过伊做的是咧调酒的工作。韩国岛山集团所属的机器人事业部第1次04年电子店推出的这款机器人来调酒，主要用机械手骨的各个关节，做出掠酒杯啊加倒无共款饮料成分的动作，也佫用侦测人客面部表情。 判断顾客喜怒哀乐、调整酒的比例。 ChatGPT, this judges your based on your face. It judges your feeling and mood. So based on your feeling and mood, ChatGPT recommend you the right cocktail. CES 每年拢会伫拉斯维加斯举办，啊，毋过也拢吸引世界各国厂商。除了韩国的岛山集团、荷兰导演科技业者是推出亲像玩具时尚的产品，啊，毋过要做到这种真人大细时尚为民准备工作所需要器材是无简单。 We have a camera. We originate the signal with a very high-resolution 4K camera. We use a background, a pretty simple background, and it actually transmits then into our hologram display and comes out as a 3D image and a very, very lifelike. 会场的模具特别卖到伫导演机边，啊，毋过真实使用情景是透过网络玩具连接，或者活灵灵的真人影像出现伫街路，或者是厝内导演荧幕。 若只是想要看电视，英国参展的平面电视业者 Dispress 推出这种讲免任何外接电源线，只有平整的壁面就用安装的大型平面电视。No hardware, no adhesives, no installation. If you've got a flat surface, you've got a place for displays. 甲岛山集团共款来做韩国的家电大厂 LG， 第103年消费电子店都推出用充电电池免外接电源线的大型平面电视，显示业者正看好这种产品的市场。公司新闻时间真朋友。美国有一间卖场专门咧整理机场无人领行李，用真少介绍拍卖，才真济人去交关。 五花十色商品看起来都亲像一般的大卖场，啊，不过这间国父中心内底卖物件无甲落共款。这是伫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间卖场，商品拢是无人认领行李内底的物件，因为卖介绍是原价3到8折，所以吸引真侪人特别来买。 But one year I got a Tiffany bracelet, and it was just a little silver bracelet. 2 years later, I come in here and there's 2 Tiffany's just like that, and they're very inexpensive and they're sterling silver. So I get them for my daughter. They're now worth a lot of money. 无人认领行李是指伫个90天内，或者是更较长的时间内无人认领行李。行李判建议有99.5%几率用找回来，啊，毋过美国交通部统计，每年有200万的行李无法度找回来，这行李就流向这个卖场。 that get lost most are things like books, coats, headphones, water bottles. Oh my goodness, at the water bottles that come through here any given month. And what's really cool is we're only able to sell a little bit of those things, and so we're able to donate those to some amazing charities.
根据统计，欧洲是碰见行李上济所在，平均1000个旅客到7.29件行李碰见。英国4间大型拍卖行每礼拜会公开拍卖，伫机场放超过100公的行李，毋过这行李拢锁起来，可能靠外观内有内底物件，因买到什么款的物件，就看运气咯。公视新闻陈慧珍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